我今日終於嚟到一個富興點心，我聽講佢好食過新特根嗰啲，我又想睇下係點樣一個好食法。葡撻同華陽嘅味道差唔多，但係細粒啲。叉燒包，你個餡比較多。小籠包，普通，入邊有一條蝦。我個人口味啊，普通。唔會講好食過新特根嗰啲，比較普通，冇好食過新特根嗰啲。食咗37扣1，我個評價係普通，冇驚喜，冇好食過新特根嗰啲。